暑假去韓國打波波，係喬雅登怎麼選劃算？很多人指定品牌不看匯率和醫院差價，實計算下來能差出一張機票錢。喬雅登 Volift 新層填充約120萬韓幣起，按現在去率值算，人民幣6000多塊。本土波波一支40到70換，整整便宜一半。但價格差不是讓你無腦選便宜嘅奶款，關鍵看打哪個部位，何想有什麼效果。球雅登支撐力強，適合蘋果肌和下巴塑形；本土薄坡更有效，適合麗溝和唇部填充。聖水 Serene 皮膚科金世林院長是建國大學醫學博士，從醫診20年，前三星首爾醫院皮膚科臨床醫師。韓國女生打波波有個共同偏好，就是左女院長，因為審美更加細膩，對比例和弧度有天然的敏銳感。金院長堅持最少施術理念，從不硬推項目，你不需要的，他直接告訴你不必做。做完是別人覺得你變好看啦，但說不出到底變了哪裡的自然掛。現在韓幣匯率1比0.52左右，同樣打一支喬雅登比去年省了700多塊。暑假去做等於匯率幫你打了折上折。Serene 就在聖水洞鵝錯山路4樓，聖水站走路幾分鐘到核心商圈，做完出來逛咖啡館和設計師買手店，直接在 BuzzGo 上搜聖水 Serene 預約。金院長履歷和項目價格全部透明公開，中文翻譯免費陪診語言完全不是問題。